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貼盤女神帶你哋睇樓啦。今日咧就睇啟德海灣2C期，咁價錢方面咧有驚喜，有驚喜，有驚喜啦！兩房就望翻向內海嗰邊東方向，望下佢嘅外觀先啦。佢個露台都算相當靚仔㗎。即刻帶大家嚟呢一間551尺實用嘅兩房加工人房嘅單位，梗處理㗎。你睇下客飯廳兩邊都非常之分明，同埋個距離感咧都差唔多嘅，擺位咧就可以想像到啦。一個大櫃再加個儲物櫃，做一個電視嘅擺設位置又得。呢一邊咧就放埋個大梳化啦。兩間房都係望住同一個海景啦，我就最中意佢嘅企缸設計啦，方便清潔之餘咧，佢嘅設計非常之細心，有3個層架位置可以放沐浴露等等嘅設備。當然唔少得就係一路煮食，一路望住咁靚嘅海景啦。我啱啱身處咧就喺工人姐姐房啦，或者做儲物室都得嘅。出到嚟咧就會係個咁廚房，好欣賞佢呢一個陳列式擺放唔同調味品嘅架。哇！連呢個 function room 都做得咁仔細精美，快啲預約我睇樓啦！現樓開放，有高層有低層，下次見。